啊，马路哥，做嘛个讲这这？你都爱欺负我？天公伊要做风景人，实实去什么？切，你个唔低细人的想法要害人，有人欺负我公，这才欠万岁小人，你冲着我是不会啦公，根本你就上脚嘅跌倒，喊拉姆，哎，关乜嘅事啊？莫生，唔系上我抢啊，也个办装嘅表演啊！我讲嘅无唔错嗬。行喺讲，唔系动相啊，怎样嚟讲？会动斯文，会动美人，唔讲错无啊！惊嘅啊，做得人外个美人系起价嘅人无啊？我当然系唔咯。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晝5點半，歡歡喜喜來同馬路口跳下哦！